我唔想再俾胖虎蝦啦，有冇咩法寶可以幫我啊？真係冇你符啊！等我睇我百寶袋先。咦，2008年時代雜誌書我做亞洲英雄，2008年日本書我做動漫文化大使委任狀，今年日本書我做新奧大使證書。吓，點解我百寶袋全部都係呢啲咁嘅嘢嘅？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沈旭輝。咁而通常咧同叮當競爭成為宣傳大使嘅咧就係佢嘅死敵啦，就係 Hello Kitty 啦。咁但係相對於 Hello Kitty 呢一個人物啦，佢又冇口啦，亦都冇鮮明嘅性格啦，亦都冇好明顯嘅故事嘅支援啦。咁所以叮當嘅內涵咧自然係高10幾層。咁我哋自然能夠期待啦，叮當呢個咁可愛嘅人物咧，不斷喺未來嘅日本外交場合咧係會出現嘅。沈旭輝好中意你啊，我好愛你啊！今個星期日早上11點，大開世界，郭志仁同沈旭輝會一齊拆解我哆啦 A 夢呢位日本文化外交大使嘅角色，仲有成日沖咖啡俾飛機師嘅傅嘉莉，同我一齊歷史導航，同埋講佢日本生活嘅經歷。